今集預告會揀一隻衝衝再出嘅馬去做馬膽去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到 NetChan 頻道嘅時間啦。咁呢集節目呢就係 NetChan 馬膽嘅，每個賽馬日我都會揀2場賽事，每場賽事揀一隻馬膽同埋幾隻配腳俾大家參考下嘅。咁大家知道啦，呢個一個公平、公開、公正嘅頻道啦。每個賽馬日提供馬膽之前呢，我都會回顧翻上次賽事提供嘅心水，中又會回顧，唔中都會回顧。上次賽事就相當傷感地唔中。第3場馬膽金運來4.5倍，跑嚟就一出閘俾棒棒糖爺馬嗰隻攝咗條欄啦。咁其實都冇問題嘅，不過跑落去就係跑第5。初時我有少少失望，但我細細聲話俾大家聽，第2場賽事幾高水準啊，棒棒糖啊，跟住嗰隻蔡漢嗰隻唔知叫咩名衝上嚟啊，跟住何澤浩嗰隻全部硬嘢嘅高水準賽事，咁輸都無話可說。咁咧第2隻馬膽超勝無敵，個藉口咧就越嚟越少噶啦，即係你勉強俾多個藉口就係呢隻馬中意段段快嘅步速咯。其實佢呢場賽事頭3段都偏慢，又係爆一段唔夠人爆。你唯一希望就係段段快嘅賽事跑翻出水準啫。如果唔係咧，真係田泰安跑第2嗰次真係可能係牛一為之咁，即係俾多少少機會佢，但係唔會攞嚟做膽嘅啦。以後呢啲馬超勝無敵。咁啊，上次 Patreon 提供嘅 NetChan 冷腳咁都有一隻入位，其實2隻都好近，都係神姜14倍跑過第3啦，咁啊表現唔錯啦。咁啊，奮鬥輝煌20倍跑咗個第5，有啲可惜啊。如果再近少少入埋位咁啊開心啲。咁但係 Patreon 嘅朋友都應該都有所收穫噶啦。咁啊，上次高出賽馬就都係第3場嘅金運來一落地。咁啊，今次咧高出賽藥馬有2隻，就係第5場嘅大千紅心同埋第6場嘅川河石區，俾大家參考下嘅。咁事不宜遲啊，講講聽日賽事提供嘅心水。第一個場次我揀第8場啊，第8場我揀馬膽啊，揀隻12號嘅翠紅。嗱，呢隻馬就上場我做 NetChan 冷腳嘅，贏咗馬，臨場落到6倍。上場咧之前試過泥閘咧，試得麻麻地咧，啲人好驚，但係我就睇完課泥閘，我覺得冇乜大問題，因為佢喺裏面食泥拉出嚟衝，有走咗幾步之後，嗌小姐即刻收翻，唔俾你睇。咁啊，上次賽事其實幾驚喜嘅，一出閘可以跟到嗰個位咧，你都知道佢贏得噶啦，就翠紅咁，結果都係輕鬆贏馬翻啦。嗱咁啊，今次賽事咧幾高挑戰嘅，升班啦，檔位唔算太理想啦，4檔係有挑戰嘅呢個，但係一樣好，佢鬥志好，因為呢場馬咧攞特別獎金嘅得2隻馬啫，一隻係叫顏色之王，一隻叫翠紅。咁啊，翠紅你趁輕磅2班1000衝都唔算衝嘅，咁都隔咗陣2個禮拜就即日出嚟跑。咁應該都係心存大欲，想攞呢個特別獎金嘅。咁同埋佢上場水準亦都唔差，希望佢熱咗一場身咧會更加好，咁就揾佢做馬膽啦。配嘅選擇第一隻，睇先啊，我揀3號嘅愛馬仕。咁呢隻馬俾次機會啦，因為前嗰場今季初出你始終都係輸俾好有心得，咁當然好有心得之後贏完一場之後跑2級賽就輸啦，輸得都令我少少失望。但係愛馬仕我俾一次機會，始終真係硬淨嘅，你輸俾好有心得嗰場唔係講笑嘅。咁填咗1000，咁當然經驗未必太有喺度啦，咁但係檔位都唔算太差，因為14檔咁，如果貼住條欄好嘅，佢都有得賺嘅。第2隻配嘅揀4號嘅顏色之王，頭先講咗啦，都係另一隻有特別獎金嘅馬啦。咁如果贏馬嘅話，咁啊呢場嗌少你稀騎喎，咁又俾潘頓冷手執個熱煎堆，又係嗰句啦，冇田草一千經驗，
有啊，初出嗰場有田草1000嚟嘅，初出嗰場都跑得近嘅。咁跟住之後都係跑下谷草啊，田草1200，咁而家翻嚟田草1000啦。咁睇下潘頓有冇咩特別嘢出現咗啦嚇，咁啊拖一拖啦。第三隻配啊揀翻6號嘅水晶酒杯啦。上場明顯復甦，一復甦之後，即係呂健威都爆倉嘅，冇辦法啦，去咗益咗貴福特啦呢次。上次其實又係水準唔曳啦，又係嗰句咧，好有心得愛馬仕嗰場，但係佢比好有心得同愛馬仕賺咗，因為當日就彎前貼欄啊，跟前有利咁，傑出漢子啊，水晶酒杯比較賺嗰啲嘢嘅，咁翻到嚟佢都輸得唔遠，係復甦嘅。大家唔好忘記呢隻馬係田草1000特佳嘅，佢最鋭嗰陣時咧，前季嗰陣時咧，田草1000係勁到震嘅，咁所以跑翻呢個路程咧，咁相信都維持翻上場水準會喺度咯，咁所以場馬馬膽啊揀12號嘅翠紅嘅配角選擇，3號愛馬仕，4號嘅顏色之王，同埋6號嘅水晶酒杯。未講第二個場次之前，講下我啲付費會員計劃啦，有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啦，同埋 Patreon 嘅賽前收費計劃嘅。咁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咧，今晚我諗凌晨1點到啦，就有全日嘅最後首選全日嘅初步首選次選副選啦。去聽日每場賽事開跑之前6至8分鐘咧，有最後嘅首選次選副選啦，場地細騎練動態、孖寶飛數同埋我嘅投注建議嘅。咁大家知道啊，我通常買開啲星水孖寶嘅。咁點解要買星水孖寶咧？因為你投注入馬會咧，佢就自動抽起你至少17.5%做抽水。如何長期戰勝呢啲抽水？咁第一，大彩池買有啲星水嘅多寶嘅嘢啦，有多寶嘅嘢啦。咁有多寶嘅大彩池通常分派彩咧都會有少少星水嘅。咁第二個情況就係星水孖寶啦。咁譬如上次中得好勁嘅一次就係飛龍在天、翠湖烈風2.8倍 win、5倍 win、二串1 win 14倍，孖寶派36.25倍，星水159%。唔係59%啊，係159%，咁就係要長期靠呢啲星水咧，咁去抵禦馬會嘅抽水。咁所以如果大家對呢個臨場分析啦，同埋星水孖寶通知圖表有興趣，歡迎呢個 WhatsApp 68447635啦，或者 YouTube 或者 Facebook 去聯絡我，去攞啲有關於臨場分析同埋星水孖寶通知圖表嘅資訊。但未必人啱啱臨場分析嘅，因為禮拜3晚你可能翻工，禮拜6日你可能家庭日，未必去坐定定去聽我啲分析同埋睇我啲投注建議，所以 Patreon 嘅賽前分析非常之適合你。超低會員純支持咧，可能買次選副選啦，綜合股票咧，股票就免責聲明同埋軟硬腳獨家分享，即係譬如啱啱嗰次嘅多利神區啦。極叻會員純支持咧，可能買次選副選足球股票就免責聲明軟硬腳獨家分享，同埋所有場次所有馬匹嘅馬分數都會放上 Patreon 嘅極叻會員欄。大家平時有睇我直播計碼都知啲分數係非常之具有參考價值嘅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去第二個場次，我揀第10場嘅第10場，揀一隻衝衝再出嘅馬做馬膽，12號火悟空。火悟空係上個禮拜啱出嘅，咁佢就落重飛落到5.1倍啊！沿途唔知點解落腳慢咗，隻馬跟得比較後，但係末段爆一段嘭一聲上嚟咧，衝得好勁嘅，咁啊跑咗個第5第6咁。今次都針對呢個問題啦，咁增程，咁啊檔位亦都好咗，咁樣樣都好似正，咁希望上場用力唔係好多啦，咁都係側身馬，都希望姚本輝都叫做咩嗰啲叫做保養得好啦，咁1個禮拜後再出增程，佢落腳慢，增程係好部署啦，有個2檔亦都好跑，咁所以揾佢做馬膽嘅。配嘅選擇第一隻揀1號嘅美麗星神咁。上次贏嚟都贏得幾篤定啊，但係今次加咗6分，3歲馬副頂榜啊，3歲北半球馬副頂榜，當然係有壓力噶啦，咁所以都係作配選。第二隻配嘅係揀3號幸運派彩，今季表現都幾亮麗啦，就算上次你跑唔入位咧，其實都係跑得好近嘅。咁奧爾文同呢隻馬都夾慣夾熟咧，今次難得亦都係有好檔3檔，咁啊繼續揾佢做配腳。咁啊，第三隻配腳係揀翻11號嘅滿心星，今季呢隻馬亦都係長 fit 嘅啦，長近。上次真情到谷彩1800都可以翻嚟，僅輸俾呢隻非為僥倖啫。咁今次縮翻程跑翻田組1600，咁啊前嗰場田組1600黃志雲咧都跑得近嘅啦。咁今次何澤耀睇下如何發揮啦。咁所以場馬膽12號火悟空配嘅選擇1號美麗星神、3號幸運派彩同埋11號嘅滿心星。
咁希望大家中意我段片同埋分析啦。如果中意話，俾個 like 同埋讚我，同埋分享段片俾啲朋友睇睇，去宣傳下頻道。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有咩意見，都係下邊留言。如果打算簡單支持我咧，都喺段 YouTube 片下邊留言嘅，留句謝謝啊 fans 啊，我都相當高興噶啦。咁大家留多啲言咧，我回覆多啲咧，YouTube 就會知道我呢個係非常之優質頻道咧，咁佢就會分派我啲片咧，俾更多 YouTube 漫迷睇，更多 YouTube 漫迷睇咯，自然令到 view 數上升啦，從而令到非常之微薄廣告收入咧，再增加多少少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去到最後，希望大家嚟到我 YouTube 頻道 NetChing 談賽馬，主要做啲直播節目咧，例如海外馬直播啊、職場足球投注分析啊、直播賽馬論壇等等啦，同埋你而家睇緊嘅 NetChing 頻道，兩個頻道都撳訂閱，按鐘仔，撳全部，咁訂我所有新片，你都有個通知或者 notifications，第一時間知道噶啦。多謝你哋支持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